請注意，本片由無感情嘅 AI 配音，並有粗俗用語，不是為兒童而設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多謝以上嘅金主嘅鼓勵同支持，大家記得按下訂閱先唔會錯過之後關於黐卡娃同自嘲紅嘅資訊。為咗各位身心同銀包安全，以下行程絕對唔建議各位模仿。相信各位觀眾等咗好耐啦，廢話唔多講，即刻去片。雞髀嘅探親行程總共7日，撇除第1日搭夜機去日本東京之外，總共有6日時間係日本。為咗更有效率領養更多黐卡娃，雞髀就租咗3日撥撥車，分別去咗東京各個郊區，例如千葉市、御都公市、三里市等等，總共行咗1200幾公里。而家就剪輯咗啲精華俾大家睇。話說去咗幾間進河屋，入面有勁多嘅黐卡娃嘅毛公仔。大家行進河屋真係要落足眼力，因為有時候喺啲公仔籃入邊都會有啲意想唔到嘅絕版公仔或者吊飾。明明喺香港炒價炒到飛上天，估唔到而家喺日本就會周圍劈，好少假嘢。但大家買啲過萬英以上嘅吊飾公仔，都真係要上網 check 係咪假嘢。以上網頁可以睇睇過往假貨嘅樣，俾大家買嗰陣做個參考。啲大型景品公仔就唔係雞髀我今次嘅目標，仲有呢啲鬼咁大件嘅玩具，上一次已經買齊小白、肥痴同兔哥嘅屋企，今次就唔使抬返香港。嚟到進河屋就一定要睇下佢哋最值錢嘅玻璃櫃，但係入邊90%嘅貨品都係超級炒價。原本想帶呢隻小白返香港，但都係太大隻，慳返個位好過。除咗景品都仲有啲一番賞公仔，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尋寶。影咗咁耐，終於見到一件係自嘲紅嘅產品。咁啱去尋寶嘅時候撞正千葉數據有黐卡娃嘅 pop-up store， 去睇下有冇某某森林家族同奇美拉嘅公仔啦，可惜一隻都冇。不過有冇限量嘅鯉魚王同生日系列嘅吊飾公仔，唔使食炒價入手都心滿意足。終於揾到有糖加公仔版嘅那孩子，即買。Pop-up store 主要都係售賣一啲熱門產品，例如家居用品、個人衣物、電子產品、公仔吊飾，當然唔少得而家流行嘅盲盒、卡包。大家行李真係有位先至好考慮下買。價錢方面的確係平過香港嘅玩具鋪，一個唔小心又帶出血咗。由於時間有限，唔停得太耐，相都唔記得影就趕去下一場。轉眼間又嚟到第2間進河屋，又要落足眼力去尋寶。開始見到某啲產品嘅價錢間間都係一樣，貨品嘅種類都係差唔多，反而啲吊飾公仔好多時因為新舊程度有所唔同，所以價錢都有啲差距。大家可以自己衡量下先至買。呢隻兔哥真係比較少有，但係佢霸咗我成半個篋，唯有下次先帶你返香港啦。又係睇玻璃櫃嘅時間，估唔到扭蛋套裝都會俾人放入去，好無聊咁樣買咗2個沖涼玩具，留返夜晚喺酒店浸浴嘅時候玩先。冇錯，話咁快又飛到去下一間，開始見到多返少少自嘲紅嘅產品。好彩本身進河屋都會為每一個動漫 IP 分好類別，所以行到去黐卡娃嘅行數，好快就可以尋覓心頭好，唔使翻轉晒成間鋪先至揾得到。雞髀特登買咗呢張毛氈返香港用，因為質地真係非常軟滑，而且佢個毛毛袋仲可以當小費袋用，係唔係好黐線呢？又到咗下一間，今次呢一間產品數量比較多，睇下又揾唔揾到啲心頭好先。揸咗咁耐車，終於去到附近一間超級市場補給下物資。雞髀通常都會揀啲容易一邊揸車一邊容易放入口嘅嘢嚟食，壽司同埋提神飲品就係最好嘅選擇。買完出嚟，轉個頭已經天黑，又係時候繼續上路尋親。今次揾到兔年福袋嘅兔哥買，好似呢一間冇乜特別嘢吸引到雞髀我，都係早啲返酒店洗白白，好好休息一下先。
第一日嘅戰況唔算好激烈，最主要嘅出血位都係千葉縣嘅 pop-up store， 因為咁啱撞正新產品推出，每一間進河屋都買到少少零散嘅戰利品，一啲係未儲齊嘅一番賞玩具都好彩可以買到一整套。雖然有啲公仔吊飾可能同香港差唔多價錢，但係唔知點解硬係日本買會覺得開心啲。當然仲有好多盲盒、扭蛋公仔同埋卡包都淨係想儲套歌，今次就可以一次過散裝咁買。貼紙、鎖匙扣呢啲嘢又輕，買多幾個都唔會壓住個篋位。第一日最開心嘅收穫之一就係見呢啲特典嘅限定甲蟲仔，全部戰利品都差唔多霸咗一張雙人床，瞓醒覺聽日再戰。第二日瞓醒又要係時候繼續上路，最出奇呢一間酒店已經係荒山野嶺，但係仲會喺酒店大堂聽到最熟悉嘅廣東話粗口，雞髀突然之間覺得好有親切感。一開始呢一間進河屋係位於一個商場入邊，所以揾地方泊車都揾咗一段時間。一入去梗係要睇下啲黐卡哇玻璃櫃，等自己俾啲價錢嚇一嚇醒先。好似見到一啲琴日見唔到，而且又好罕有嘅黐卡哇公仔，但係個價錢都真係好嚇人，睇咗當買咗。因為自嘲紅嘅產品佢會同黐卡哇擺埋一齊，真係要落足眼力去揾。最後自嘲紅就揾唔到啦，反而揾到條大懶蛇肥黐。行咗咁多間，終於見到第一隻哥布林。雞髀覺得呢一個肥黐卡套真係好得意，成張床咁樣，雖然好睇唔好用，都決定帶佢返屋企先。揸咗45分鐘車之後，又去到下一個目的地，未入門口已經俾呢個可口可樂攬枕吸引咗。突然之間喺個貨架上面見到一個好熟悉嘅身影，係哥布林弟弟啊！因為佢有個防盜鎖鎖住，都係睇埋其他公仔先至叫職員幫手解鎖。個魔法鏡盒又係好想帶返嚟香港，但上網睇過好容易有瑕疵，都係留返啲錢嚟買多2個吊飾公仔。上一次嚟日本嘅時候已經買齊3隻監獄小可愛同埋單眼佬，今次終於可以帶埋哥布林返香港一家團聚。嚟到今次自駕遊嘅重點之一就係黐卡哇穿越店，整個鋪頭都係需要預約整理券先有得入，如果早幾日預約唔到嘅話，只能夠當日喺指定距離之下抽整理券，即係喺店鋪範圍內10公里先至可以抽。所以大家有計劃嚟到穿越店嘅時候，除咗要留意交通規則之外，都要早少少去預約抽整理券。入到去會發現同京都店差唔多，所以最主要入去都係想揾穿越限定獨有嘅產品，仲有今年年頭先至新出嘅番薯地區限定吊飾。呢啲細個嘅出街袋已經有太多個，今次穿越限定推出嘅都係睇咗當買咗啦。好想買限定銅鑼燒，但係已經一早賣晒，唯有買隔離個和果子啦。個盒又可以儲起佢，一物二用，一定要買啦。上次喺京都限定店都有買到呢一啲燈籠仔，今次嚟到穿越店都要買返呢一度嘅限定燈籠仔。同場真係有好多唔同嘅盲包可以抽，亦都有一整盒可以俾大家買。當然唔少得限定嘅鎖匙扣啦，一個鎖匙扣有晒咁多個小可愛樣，一個字馬。雞髀都發現穿越店有呢3隻電源版嘅主角3人組，原來唔係得京都店先至有得買。終於俾我見到着住番薯衫嘅小白啦，之前官方網站都一直斷貨，今次終於可以喺呢度買返啲喺香港買唔到嘅吊飾公仔。留意返每人只可以每款買1隻，唔好扮晒嘢拎多咗，搞到又要麻煩職員處理。見到個價錢嘅金額一路係咁上升，雞髀睇到眼都突晒，但係內心又好開心。雞髀啱啱喺穿越店大手揮霍完，揸咗大半個鐘頭車冷靜一下，話咁快又去到下一個目的地。估唔到竟然喺隔離嘅火車模型玩具鋪度揾到2架黐卡哇扮吉火車模型，價錢當然係勁貴啦，但係的確好少有。
轉眼間又去咗第二個目的地，仲要見到3個新年限定福袋，心郁郁好想買晒佢哋返嚟香港，但係佢哋實在太大，而且部分公仔雞髀已經有，所以都係放棄咗。呢一間玻璃櫃都唔係好吸引到雞髀，雖然入邊有一隻萬聖節哥布林，但係價錢都唔係好吸引。終於俾雞髀見到拉麵一番賞嘅美相，即刻入手先。第二日主要喺穿越限定店買咗好多嘅限定產品，反而喺進河屋唔算有好多收穫。是日重點一定係2架扮吉火車模型，仲有揾到第一輯動畫初回限定套裝。雞髀都有買到少少盲盒同埋盲包，等遲啲拍條影片同大家分享一下抽到啲乜嘢啦。穿越店真係有好多限定嘅商品，之前行咗幾間玩具鋪都唔見有，所以喺本店一見到有嘅時候，一定係一套咁樣買晒。當然唔少得要買貼紙啦，仲有啲濕濕碎碎嘅扭蛋公仔、地區限定鎖匙扣、文件夾等等。最後雞髀嗰一晚已經忍唔住，開咗一啲限定店零食嚟食，浸過浴，洗過靚白白，瞓醒覺又預備聽日再上路。粵語版嘅尋找黐卡哇的故事，上集大致係咁多，歡迎大家留言對呢篇有啲咩睇法。中意嘅俾個心心同訂閱呢個頻道支持下，仲有記得 share 俾更多中意黐卡哇或自嘲熊嘅朋友睇。